Hello，你哋好，我係 Anina。咁其實我之前咧就出咗一本美容書嘅，咁我咁多年咧有好多美容嘅心得啦，都好中意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其實咧我準備咗一啲產品，咁咧可以推介俾大家，令到大家咧冬天嘅時候咧都可以令到肌膚繼續保持水嫩同埋濕潤嘅。咁首先咧我就會推介呢一支咧 Sensation 嘅黏多糖保濕嘅精華液。咁其實咧佢咧嘅質地咧就介乎啫喱狀，咁所以咧用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小貼士咧係提供俾大家，就可以咧配合埋咧 NatureCare 咧呢一個超聲波導入儀。咁用嘅時候咧，只需要咧將啲精華素擠少少落塊面度啦，點喺唔同嘅位置，跟住之後咧非常之方便，用呢一個導入儀。咁樣咧可以一打開啦，咁其實一撳個掣，咁已經咧其實呢一部機已經着咗，咁可以咧由下而上嘅方式，用打圈嘅方法將頭先嘅啱啱精華咧係導入喺皮膚裡面嘅。咁其實咧因為呢一部嘅儀器咧佢係防水，咁所以咧就算大家浸浴嘅時候都可以咧用呢一部嘅儀器咧一邊靠啲浸緊浴嘅時候有啲蒸氣可以幫助精華導入之外咧，用儀器咧亦都可以咧幫助頭先嘅精華咧進一步令到佢深入皮膚嘅底層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除咗夜晚用之外咧，其實呢部儀器咧可以朝頭早用都好好嘅。咁點解咧？因為好多女仔咧，佢哋朝頭早咧會出現一啲水腫嘅情況，譬如話眼會比較浮腫啲，可能面亦都會比較浮腫啲。咁如果每一日大約用5分鐘到啦，用頭先我方法由下而上打圈咁按摩，咁其實只要做一半邊面啫，唔做另外一邊半邊面住，咁已經咧可以見到咧一個好犀利嘅拉提效果㗎啦。如果係對比之下，咁如果每一日持之以恆咁樣做咧，亦都可以咧防止衰老咧，防止咧皮膚鬆弛，咁同埋咧可以緊緻到個輪廓。咁呢部儀器咧就會比較大部少少，咁所以咧適合面部用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比較一啲仔細嘅地方，譬如眼部啊，或者係一啲虎紋嘅位置咧，咁其實就要靠其他嘅導入儀器咧幫助啦。咁 NatureCare 咧，另外咧有一支咧係比較細支啲嘅導入儀啦，佢係一支咧好似眼筆咁嘅樣嘅，專係咧做喺眼部眼下面嘅位置啦，或者虎紋嘅位置嘅。咁因為咧佢個頭咧，你會見到係比較細，咁所以咧佢做嘅導入嘅位置咧係比較仔細。咁用法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只需要咧係用一啲眼部精華啦，點喺所需要嘅位置，跟住咧就再用呢一支嘅導入儀，一路慢慢用拉提嘅方法做一個導入，咁就可以咧令到嗰啲精華嘅營養咧更加深入底層之餘，仲可以咧收緊一啲肌膚，令到個輪廓咧就更加靚同埋更加緊緻嘅。咁另外咧，我想介紹咧就係 Sensation 呢一支玫瑰嘅爽膚水。咁一般嘅爽膚水咧，其實市面上可能都會有酒精嘅成分，用完之後咧會比較更加可能會乾一啲嘅。咁但係咧冬天嘅時候咧，就絕對唔能夠用啲有酒精成分爽膚水。如果唔係咧，你就算之後搽好多保濕成分嘅嘢咧都冇用。咁呢一支嘅 Sensation 玫瑰嘅爽膚水咧，就絕對冇酒精成分，兼且咧佢玫瑰咧嘅精華嘅濃度係好高，咁所以你一打開嘅時候咧，其實佢嘅香味咧已經可以令到你好提神，覺得好舒服。咁用完之後咧，亦都係會感覺到咧好水嫩、好補水。咁冬天咧，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咧，可以更加加強佢嘅保濕效果嘅，就係咧你喺屋企咧就準備一啲咧化妝棉。咁咧就將呢一個爽膚水啦，就浸滿嗰個化妝棉，跟住咧可以敷喺塊面度，敷大約5至10分鐘度。咁之後咧，可能你之後再上妝啊，或者搽其他嘅保濕精華咧，就會更加令到個皮膚咧水潤，同埋咧就算係咧之後都會令你化妝品咧就更加貼服嘅。好，咁大家咧就唔好以為咧冬天咧就淨係咧要注重保濕。咁冬天咧，如果咧有啲人本身咧佢係有生開暗瘡嘅話咧，其實佢冬天都會受到呢一個問題嘅困擾。咁如果佢喺冬天嘅時候，因為天氣已經好乾燥啦，佢再用好多市面上嘅暗瘡產品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咧令到個皮膚
膚咧越嚟越乾，同埋咧會有甩皮嘅現象。咁而家咧我呢一度咧就準備咗咧 Sensation 咧最新推出嘅一隻暗瘡嘅精華。咁如果仔細啲睇咧，你會見到咧佢係分咗兩層嘅，一層係水狀液體狀，一層咧就係粉狀。咁用嘅時候咧係唔需要搖勻嘅，只需要用棉花棒點落下面嘅粉狀度，跟住之後咧點落個暗瘡位置，就可以咧做到咧抗菌同埋消炎嘅功效。咁其實咧佢有乜嘢好處咧？頭先講起冬天都可以用佢，個原因咧係因為佢加入咗兩種咧幾特別嘅成分嘅，一就係美白成分，就可以幫助埋咧你暗瘡去印。同埋第二咧，佢加入咗保濕成分，就係當你用完個暗瘡嘅產品之後咧，都唔會令到你皮膚脫皮啊，或者咧會痕癢咁樣。咁所以咧呢一支嘅暗瘡水咧，冬天嘅時候咧，當你突然間可能生幾粒嘅暗瘡咧，都非常之有用嘅。咁講起 Keep Fit 咧，咁其實一般人咧都會有幾樣嘢要注意啦。咁譬如話食嘢嘅時候要食得清淡啲，咁每一餐咧唔好食咁多，唔好食到太飽，可能6、7成飽都得㗎啦。同埋咧臨瞓前咧就係唔好食得太多嘢。咁其實咧我就仲有啲小 tips 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咁譬如話平時翻工嘅時候有咩方法，就算坐喺電腦台都可以減到肥咧。咁我喺我公司嗰度咧，永遠咧就準備咗一啲綠茶包嘅。咁當然咧就唔可以飲得太多啦，每日可能飲1杯到。咁但係咧，其實綠茶咧就非常之好嘅。佢除咗可以幫助你皮膚抗氧化之外咧，其實咧而家市面上咧亦都有一啲證明啦，其實佢係有減肥嘅作用嘅。咁當你譬如話lunch time 翻工嘅時候 lunch time 食得好飽啦，要坐喺 office 度望住電腦，試下飲杯綠茶，咁佢可以幫你除咗清腸胃之外咧，佢仲有呢一個排毒啊減肥嘅作用。咁同埋咧，我食嘢方面咧，我係比較中意食魚類多過食肉類嘅，咁所以咧我係成日都會1個禮拜食2至3餐三文魚。咁點解咧？除咗咧佢係即係食魚可以唔會話太肥之外咧，其實佢有豐富嘅 Omega-3，對皮膚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如果咧每一日可能食到少少嘅三文魚到啦，可能你1個月之後，你已經見到你皮膚咧有少少嘅明顯嘅改善嘅。